創新實業2788值唔值得抽？等微鏈同你輕鬆講下。呢一隻新股真係好似個矛盾綜合體，一邊就星光熠熠，另一邊就暗藏危機。佢揾嚟嘉能可、中國宏橋同高瓴等18個大佬做基石投資者，個陣容真係好豪華，擺明係想同市場講，我哋好有料到。呢一個確實係今次招股最大嘅賣點。理論上會為股價提供到個幾強嘅安全墊，不過睇真啲就會發現有啲問題都幾棘手。最令人擔心嘅係佢個毛利率好似坐緊滑梯咁，由舊年幾靚仔嘅28%咁跌到今年頭5個月得返唔夠20%，搞到賺錢能力大打折扣。你諗下，成本升得咁厲害，就算生意額有增長，最後都係要倒貼。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大嘅警號。另外，佢70%幾生意都係靠翻自己阿哥公司創新新材幫襯，雖然話係肥水不流別人田，但俾人感覺就好似唔多夠獨立。如果第時阿哥公司自己生意唔好，佢真係會好傷。加上佢話集翻嚟嘅錢有40%會拎去搞綠色能源，雖然個概念好靚，但係主業而家賺錢能力跌緊，仲要拎咁多錢去搞新嘢，難免會令人覺得有啲唔務正業。所以講到最尾，抽唔抽好呢？如果你係想短炒賺餐茶錢，見到班基石大佬份上都可以諗下，但真係要諗定止蝕位，因為新股市場而家咁環境，加上佢盤數有暗病，一掛牌就潛水，跌穿招股價嘅風險唔細。如果你係想長揸收成㗎，我就建議你不如等佢上市後出多幾份業績，睇清楚佢個毛利率係咪穩定得返，同埋係咪真係有能力自己出外揾客，到時先再考慮都未遲。而家要做嘅當然係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